那在政治上面来讲，北京我想现在是中国人的世界的首都，但是在经济上面来讲，香港就一定是所有中国人的世界里面的首都。这样，那我自己是可以觉得，在以后的中国人的世界里面比如说成都它可能是中国在生产粮食啦，或是它地方的特色里面的一种首都比如说新疆啦，比如说是上海，在各方面可能是他们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他们自己成为他们的首都。我自己理想中的中国是以后是一种联邦式的中国，每个地方它的色彩不一样，每个地方有它的专长，那别的地方就借着它的专长去补足它的专长，好像北京可以借着香港的经济的经验跟发展来反动北京，香港可以借重北京在政治方面的经验来反动香港的政治方面的这种成熟度。所以我写的首都是享受这种以后中国这种联邦式的这种前景来写的。那我跟你講過我這個整個想法吧？那你是怎麼樣處理這個首都廣東話的歌詞？廣東話歌詞你俾嗰個曲咧就係幾複雜下嘅，好長，好多段落同埋好多唔同嘅風味嘅嘢擺埋一齊。開頭就係比較中國啲啦，比較中國啲係好大合唱式嘅。咁第二段其實都係，但係為咗要做個對比，所以第一段我哋安排咗係寫國語歌詞嘅，第二段就粵語歌詞。咁對比出即係一個南方咧，一個北方，大家都係有嗰個即係個溝通喺度，同埋即係一撞咗個會幾特別咯。我諗即係好少歌會咁處理。咁所以到嗰個 verse 嗰個第一段嘅時候咧，比較困難地方係因為講經濟同政治其實可能會幾悶，尤其是擺喺流行歌嚟講，即係會太嚴肅。咁所以就盡量我係用咗政治嘅術語、政治嘅風格，但係講嘅內容係講經濟嘅。咁希望可以即係有嗰個幽默感同埋諷刺感喺入邊。因為首都呢首歌我哋開頭嗰段係好需要有一種好多氣勢好雄壯嘅、旗幟鮮明嘅、好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嘅聲線嘅歷史悠久嘅。係啦，咁而呢種聲喺邊度揾呢？全世界都揾唔到㗎啦。即係我諗，就算我哋嗰度係北京人民合唱團啦，我諗如果嗰度48人咧，我諗就喺香港我哋揾3倍嘅人數咧，都唱唔出嗰種氣勢，因為即係我諗佢哋冇嗰種生活嘅背景同埋嗰個即係嗰個文化嗰個根基啊，咁所以係即係要嗰種感覺一定喺翻個地方嗰度先揾到。呢啲嘢我諗台北都做唔到㗎啦，出邊都做唔到。你去紐約，你去巴黎都做唔到嘅，因為淨係中國人有呢樣嘢㗎嘛。即係呢個飛車就好似個時間咁咯，即係我哋成日話要過呢個大關嘛，過97呢個關口要飛要衝過去，即係衝過嘅時候咧就係將呢啲嘢咧一衝就擺埋晒一齊啦。其實咧，依家我覺得大家都係同個時間嚟呢個競爭嘅，好似股票啦、嗰啲樓價啦，或者做嘢嘅方式啦，或者乜都係㗎，大家都係同時間競爭緊嘅。因為到依家為止成係5年㗎嘛，而我自己唱歌粵語就絕對唔掂㗎嘛。嗰陣時我唱《昂大陸東》嘅時候就唱到一半啦，一半啲人都話聽唔明啊，唱咗咩？我聽得明㗎。你諗下，前後兜兜轉轉，左左右右分正界限，何地不必實際衝出正義灘。哎呀，你自己唱下，你自己唱下，你自己諗下你個音就得嘅。嗦啦哆咪啦嗦哆哆咪啦啦哆啦嗦咪嗦啦哆咪啦嗦啦哆咪哆啦，唔係易㗎嘛。我已經咩嘅前後左左右右。唔係啊，前後。係咩？前後啊係喎，前後。左左右好簡單嘅，已經細路仔兒歌嚟㗎啦。咁嚟到卡拉 OK 呢個階段嘅時候，仲複雜好多，因為畫面啊同佢剪接啊咁多人involve喺呢個全部嘅 project 入邊，所以變成嗰個依家嗰個可能全世界都一樣啦，就變成嗰個媒介本身咧。你如果係原先係做音樂嘅，咁點樣將音樂咧變成睇得到嘅音樂？咁就可能靠 MTV 啦，靠嗰個靠卡拉 OK 啦，靠第啲唔同嘅媒介。即係個視像個聽嗰方面夾埋。音樂工廠嚟講，即係我哋係呢個媒介啦。我諗即係好嘅音樂，我哋要係做到
已經有好多畫面㗎啦，即係聽個歌，就算唔係呢個卡拉 OK，已經有嗰個有畫面嗰個嗰個質素喺嗰度嘅。咁如果咧發作卡拉 OK 仲睇到帶啲唔同嘅畫面嘅，咁呢啲係睇 Derek 點樣解釋嘅。所以我哋真係雖然唔係俾好多錢咧，但係希望佢做到10倍嘅價錢嗰啲貨俾我哋好感謝，好感謝。我都係好誠懇嘅，我哋音樂工廠咧，上張卡拉 OK 都算賣得好好嘅。咁咧，我係一個絕對相信100%相信資本主義嘅人嘅。我而家用最資本主義嘅方式咧嚟宣佈下，多謝大家上呢張卡拉 OK 捧場俾面同埋幫襯。咁呢次咧，希望大家呢張卡拉 OK 首都咧，會靠大家幫襯賣得更加好啲。多謝大家。要唔要拍手掌？搞掂啦！